呢個係明報社評。星島日報社論，丹麥、瑞典等呢近期係沽售名下數以百億計嘅美債同埋係其他美元嘅資產，引發美債一度急跌，金價再度爆升，長遠影響美國政府同企業嘅借貸能力。近日有內地官媒同央企發表評論同報告，特朗普似乎寧願選擇放棄美元霸權，以維持美國嘅政治同軍事霸權。評論話各國嘅央行官員同投資者都要做好準備。星島日報社論。時間接近朝早嘅8點啊，喺天氣方面要提一提大家啦。本港今日係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溫暖，市區最高氣溫大約係25度，新界再高1-2度。展望聽日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，現時氣溫20度，相對濕度82%。節目時間夠，拜拜。拜拜。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，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，共創美好將來。香港電台新聞報導。早上8:01，由梁正滔報道新聞。全國港澳研究會喺北京舉行有關行政主導嘅專題研討會。中央港澳辦、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致辭時話：實行行政主導係實現特區高